搬园椅、搬乐器，男男女女到新竹义民庙前，跟着66岁的徐木珍用客家话学随口词。他们嘴唇欠息就好了。你的chamcham冇暗瘡，三府大多如何玩？如何玩？冷冷热热难提防。哎呦！随口词是台湾稀有的客家文化，老师说一句，学生可得绞尽脑汁想对句，一下就能朗朗上口。授课的徐木珍没受过正规教育，却有教授、硕士找他上课，而他的满腹经纶是小时候从老一辈那儿听来的。因为徐木珍1岁时发高烧，失去双眼和右耳，但他靠左耳接触世界，获取知识，学习乐器。拉父亲有一点点拜师啊，弹的东西、打的东西也是大部分是听来的东西，当然有音感啊，有音感才可以学这个东西，会学得很好。老师他因为没有接受过正当的学堂的那个教育啊，所以说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老人家的东西，所以说在老师身上可以找到很多已经快要被失传遗忘的东西。看不见的世界靠着天生音感，徐木珍精通数十种乐器，甚至常常随口哼唱山歌。开始了哈。我们现在什么都要追求古早味，不是吗？那我觉得这是最传统、最原始的味道。随性来一段，学生封徐木珍是极致歌王。但歌唱、演奏不能当饭吃，徐木珍学命相，当做糊口的工具。音量仔要大，盡吹盡苦，所以講。即使在黑暗的世界过活，徐木珍不因缺陷，靠自己创造一片彩色人生。失去双眼，却看到最精彩的客家文化；只有左耳，却吟唱最道地的客家诗词。在徐木珍的国宝人生里，我遇见最丰富的感动时刻。